每日隨機抽時盤，今日試下揾啲大兩房先。上到嚟首都呢隻519尺嘅緊廚兩房，一入門口咧會有呢個好得意嘅鞋櫃位，啱啱好夠擺鞋嘅啫，咁但係都夠用。咁而入門口第一個位咧就係呢個浴室嘅部分啦。咁可惜咧都係冇唱一個原裝嘅浴缸設計。咁但係其實呢個兩房隻則係好靚嘅。我哋會首先見到一個好方正、好大嘅廚房。兩房見到咁大個廚房咧，絕對係成方成屋苑都好難揾得到嘅。其二係成個客廳嘅空間咧，見到好充足，客飯分明，仲要有大露台，亦都係首都嘅大賣點。而且呢個單位咧，再向西北望翻出去，其實係好開揚嘅呢個球場景，再加遠處嘅將軍澳山景啦、夜景啦，再加埋山景嘅，基本上呢個單位嘅景觀咧，我可以話係乜嘢都有。咁再睇下房間嘅部分，其實都好優秀㗎。先睇下客房，業主將張床做咗上窗台，咁變相咧成個空間係非常之寬。再睇埋主人房，仲有一個好深好高嘅衣櫃位，咁見到啦，已經未用足空間都有咁大個衣櫃，再加埋連主人房張主人床都做埋上窗台，呢度啊喺度跳 breaking 都得啊！如果想睇下呢個咁優質嘅兩房緊廚單位，快啲揾我啦〜